有民间团体发布2025产业移工职场经验调查报告，这调查显示，讲移工上开关心的就是敢有准时发薪水，也有公平休假制度。劳动部讲未来会继续扩大政策，照顾劳工的权益。I was 7 years working in Philippines, then I decided to go to Taiwan. 影片的主角是菲律宾的移工，伊为着饲囝来台湾做工课。这是纪录片《供应链之歌》，由主角亲身分享伫台湾的工作经验，希望透过影片，让社会看到移工的困境和打拼。另外，也有民团发布2025产业移工职场经验调查报告，针对公司敢有照时发薪水、敢有清楚休困制度和健康保障等的5大方面去调查。他薪水是有给，加班费也有给，但是他强迫我加班。如果我不加班，他就有惩罚性的措施。那里面其实有员工也有讲，就是说不要把我们当机器。兵团指出，根据调查，移工希望会当改善的部分，也有包括加班过劳和爱改善工作环境，也有职场霸凌等等。希望政府和企业会当落实真正的平等。劳动部表示，伫咧今年有计划要加强上机中心的服务，要让移工更加了解伫咧工课上应该爱有的薪水和福利。嘛表示，移工若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会当靠1955专线来申诉。去加强我们的双语的一个的服务提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移工他也会比较能够知道说，哎，其实我到了这个双语的服务中心之后，我可以知道说我想要去的地方，然后有没有就是工作机会，那这个工作机会的内容，不管是他的薪资啊，或者是福利的部分又是如何，可以更好的去协助他做选择。针对移工的心声，兵团呼吁政府劳工部应该分国籍，移工的劳动权益嘛应该爱受到重视。劳动部表示，未来继续扩大政策，也会针对这份报告来了解改善移工的困境和需求。记者担心东正准由台北报道。